成語鶴立雞群。這句成語用來比喻一個人的才能或儀表超群出眾，在人群中特別顯眼。這個成語出自晉朝，當時有一位名叫溪紹，字延祖的官員，他是魏晉時期著名文人竹林七賢之一溪康的兒子。溪紹不僅長得身材魁梧，相貌英俊，而且氣度不凡。當時有人對大臣黃蓉讚嘆道：我今天在擁擠的人群中看到溪紹，他那雄偉挺拔的模樣，簡直就像是一隻野鶴站在雞群裏面，特別顯眼突出。後人便將這句話簡化，演變成鶴立雞群這個成語。這句形容變成了流傳至今的成語。後來人們便用鶴立雞群來形容一個人特別優秀，或者某樣事物特別顯眼，與眾不同。例句：小海的數學能力一直在班上鶴立雞群，每次考試總是獨佔鰲頭。